给了你10分多的，你叫那狗子，要你想翻来覆去翻山困着着，心里想一直皮皮天，你都一个接来一个，啥听得下来？到你要怪谁一旦不能不漏军手台，你从一门手袋送进一楼有，文啊写教不里都好的，顶多马林里的再进一桩事体，我身体下2个军长了。十五军第一个都在关军的大字人模糊下下2日，不能不漏军做了，做了是枪毙的是的，可是没听你提前说关军的，我不是一条尾出来的呀，没你哪位出来你讲的出来，那么多的听你现在做了知道都出来了，不要说共产党的吃饭工作本事差差的。给关军的对洋共产党外出来比是第5大的，这是的确不行。215命令马上拿关军的做起来，立刻就枪毙，得到一不来，这听不证据，这是挺难办法的。这1、2年呢，同志一上门就被一进了办公室里向多走洗去，随了10年呢，还是要起来了。北路军第5大有个女8路精神外报工作，不能得8队的咱来拿出来。到底下这个是他机会，一张电话通知来了，我要亲自审问2桩事体。第一桩呢，要用耳弓从女八路直播里向批出保定人里向还有激活第5档，只要有一个张名单，我就可以一网当尽。第2桩事体呢，下次机会我要实施关键的打八路军到底还有啥关系？所以现在呢，圣先生已经安排定吧。相对必须当中呢，过好1米10分的太阳气。到底呢，今朝负责军长在后服，昨天呢，你要用耳弓从女八路直播里向批出第5档的名单，这之后服呢，空气还稳定。你的守定身体呢，一本正经。来呀、是。对，女八路的。是。现在5出题，可是1些啊，这个女八路进来。这个打今天的不漏军是你放个街头有军规同志经营谁第3年为呢是对天气没2高的你混上个相的嘞像上班给一样因为这是明显呀谁是必定的力量一上头眼睛记住对方你混谁是想你固定不一样因为一件温柔内向经纬的高度好了给一次精神是向正规违反为规定的情况如你现在的那神门口不得不来那人出来嘛当然被捕你已经水够紧这个经纬线可能是刚正开始谁可对证为了那对对跟着当我他这个圣先生一口呢10分钟是开的哦现在是容易10分钟亲自身份的这为啥人身份哦要从某处一下得到第5档的名单记得还做梦对方了对了衣裳也有身体白不住的一样的到底带个女八路一马了你几千米空漂亮呀在这里身上一马不对吧身上有3个用口引着吧今朝我是要用耳弓霹雳钢石第5档名单呀你弄了一顿3位看你会很高了啥人差个来我没本人啊只有2码吧蓝队长嗨我得叫你不要用心你得为什么用心啊耶来了想做来不了就不看演出交大的来事情吧你看这个周斌先生这个当他两句了已经有那个呀打个呀哎看这个人呐把工资给出来哎想想做后几年叫不来做10个人打不起共产党上不起这个两种做了工匠的2队来人去70方米空也先去哎周斌先生我不好应该考得对你得考对了嘿外头女来的女不能妈妈哪里当的我当你呢姑娘你得请坐个写的10分钟的那种武功唱戏
出来的，这个就是做后继的和尚。就客气的啦，见我手无嘞，阿爷手的手的也是对称，回来也是对称，所以身体手的。到底今朝是波及得不得了，牛怕比楼层，今日送到你们的。姑娘，请用茶道。不弄开始一定来好好勾的了，前面实在有的了。大拿起手背，哈子一块嘛袋子往下一放。看你肯吃肉，心里面开心。今朝个事体呢，与神共希望。姑娘，你这是挑山来的个？开门见山，问我按从挑山来，就是按从根据地来的。我不得点去回答你，为什么得了有的？因为想都不想，我对。爷爷就是非人了，到底在你妈妈哎，那你用不着拿的，那个人花我进水不来。姑娘，你们挑山领导的有个？听起来绝不对的。挑山领导的，啥个意思啊？想都不想，听听个我们。背后的你叫哪个管？你们家里。姑娘，你们挑山的领导，我的有感，带着来看看，怎么样个？听这个最后经为了心来水起来，有点挣扎。你听他刚说，于同志被捕了，而且是领导，俺们作为养先锋的，也是真正养真为被捕，可是那个我自家牺牲，我也推发不至于有理。现在的他弟们谁人不知，听了马的一口，不知大的那个啥人管。到底胃口对了在写的一个节的，写的不领得起。马上哪里去500多种关的第一个人打进来，后呀不白，啥人呢？一路有个精力花不的。你从10人去努力当的，啥子呢？你身上有重大意义啊！第一点，你从一个手段来法。第二点，为3百杀很有可能凶水人呢。哪个家伙阿伟大帮就欧中于来往，因为这边外地人来到贵山两家里还只开的，那么那些努力弄他们一路与那个家里都疼的。当场逮捕归到今朝1年3顿，这3顿分最是啊，1年3顿3午看得你切魂不收，花不得有日有的了。介绍北洋必然我曾经是共产党的头呀。天地良心，我到共产党哪会有来往的？现在弄大家顺心是不是杀后头就了？那到底下一口呢？谁口这个女八龙啊？认得吧？到你抽一马，从3本金牌司令部个女兵士，我吃口袋里吃了个女人身上来，今朝你哪位来？别让人了。哎呦，当中斗地是上面孔疲惫。为什么？今次啊，人家没来过的，上来了，谁把来来站，弟弟来，走走进进最大斗地门前，多丁先生，杨队长，你得看看自己人的有个，我还有自家人来打。话不得说女的，我为啥自家人呢？爷娘从小的死的，刚知我们当我离婚，儿子那分牙，光光一点呀。哦，那是毕竟聪明。一个面对就有什么？到底是个自家人的人讲，眼睛们这个问女把路当路还是自家人？没欣赏，为了为你了。多年先生天地良心啊，是冤枉了啊！他女把路根本没有关系，那个人啊，不认得的。到底对你妈妈那个我听啊别听，我要勾兑来对你不能口口。姑娘，你得看看，认识个？不认得吧？谁个不认得？但是这个几句闲话一讲，尽管心底下已经有什么，你就是一路有个经历，你要是认得我干，啥个你抽烟的，数手袋的，对的呀。这桩事情是我妹子认为中的，因为我跟她面孔打妹子长得一模一样，你个错子，
谁是凭那个几句给我，我谁写的那个身份？虽然他方面的人际公益，但是那个神话，你想通过烈士自杀，为什么遇上别人点？上帝下的清清爽爽，你是个细心他的呼吸，跟他们现在我是俺狼狈的写的那样，一路有大是几十本人为你的，把你共产党有的上了关系，现在人家龙龙天上，更呼吸。你落在那水里面，现在你哎呀试口，日本人拉门口，安的，为这样弄到日本人好利用动的，今晚不行，谁是爷爷的，谁是弟弟的，安的不认得么来自家去思想嘛。那么到底他听嘛？他去了一个啥子啊？弟弟的认得了，爷爷的不认得，你到底问是认得了不认得了？不开中国，不来是吧？姑娘，你得说话吧。我是指以啥的意思呢？没听上，也得好吃。共产党还也有好吃的，也好吃的党，许个空心牛不理吧？哈哈哈哈哈！姑娘，你得老老实实的说出来呀，马上恢复你的自由，开了。开了，也没弄得你好利用的。他是认得呢？认识的，好来西个。假是不认得呢？不认识的，也是好来西个。哈，那么大家安认得不认得？两个为理性的自家谁是谁？我这个你不要听理性讲了，好嘛？好的，立刻讲，你的认识他的，认得个，什么时候认识的？多年初一了，冒出3本军备司令部王必须能光认得个。从前的宋前那根本不认得了，俺不可能认得了，天地良心俺的冤枉个。姑娘，他的说不认识，你的认识个？我非得认得你，而且哪个没认得的？话不对，你妈妈你肯定不做心的。我哪看得到你来这是认得的？小姑娘那个点那个做心，我根本不认得的，那个可能哪早你认得的，我们拿到我看俺说的两年。你是一路有经历，上政府口上做过些深入为流的，你是后期打中了2米炮，是到老嘞。你那我做过3个的委员长，你才晓得的。别紧张，已经在身上安上了，没这个味道。好个，我们到我亲上，俺叫说个名字，俺说地方言之无浪外有说人。你家李先生，县民家阿贵，你是陕西人，也是开地方的，父母伤亡，家先离婚，先入5分，光棍节，你是阿贵的不对？你这个女人在龙头山上，我连啥提示嘛？你那我到地方里才清杀了，不能让那杀了狼进这样死不离口的，怎么拿呀？还是想对我出来，我厉害，我不得。拿来就是。这不你讲我去的，话对不对？不如去啥个地方带出来？你也是弄不了冲锋仪式，他为了他你碰到红笔是啥的业务呀？连你都认不出，根本你出去送手袋，为啥不让自家去？要你去送呢？你刚刚听上。又出这个美女，可是哪会让我去送的呀？一个到底欣赏了啊，我所以是那个。好的，到底对你妈妈，大概些种关呢，你用不着拉扯，你到地下打，肯定拉扯有来往。现在你看呢，各位姑娘弄那个底细，把它清清爽爽。蓝队长，哎，你得看看他的包的是啥？他说花不的人不露这个，兄弟干什么一点不露这个样长不来个？干嘛一说你不娘把农村不干净？我是俺当时东也光我搬比一个，而且个家伙是个不得了，让你吃上上一点点海草都不让开。今天我必须不帮你儿子要诚实到认真，花不的呀搬起，来就是那个事，一路有个的高档都有部分是在农村里。可啥那么灵？周皮先生，农民以前不这样把农村
不是呀，不过他不能这个来往的，肯定也搞这个。哎呀，这把这个人为西分子呀，把农村比是为富穷的。对，个怪山死了的心里流了的阿我的，这是只有俺们生气。蓝队长，哎，你得看看怎么办噶？这里当了，这把这个人好死的是找他为宜，两个锅子里送一回走去。好来西，好来西的。巴不得民众就点的，蓝队长那么做行动，是说个名堂了，都得献上个愿望啊，真个愿望。大概些辰光还有望呢，已经来不及了。来呀，拉出去，呲啦呲啦的。内务命令嘛，写在我手上来，潘水努力阿到哪里嘛，嘣儿嘣儿。两声掐响，手在金龟里头里面，正好心里想说也可以吃。我虽然背负了，但是做这一场汉气，为民事。哎，一张是几百开都得在写的我。两个岁的稍微洋一样写的我里的马上拿回来，不就从光的第一个人来了阿金，呱呱呱呱呱，地下声。上一个石头镇第六头站归进来，最近归进来心里想相当可恶。从国际上围出来水，日本人对其产生了怀疑。我的恶进了该法，走吃不样的走吃，心要不还送一封。现在自告我的想高点不直接的那样子的，谁是手上想扎个针扎，高扎一针门。在东北还不是啥子家，大胆子想带领人的一个雷针。见多听先生。现在还一本正经，搞出苗栗的地下党有联系，马上不给生来看，实话不还里头。关键他，你得看看自己人的有个自家呢？说我的下人了该打，就在去我的毛针头子往下一放，围攻起来这个以后。阿拉不是个人，谁是不理查，大佬带着我，离我命上天以我为，走来为不能真大事。谁也不得经着了，给他的那大队，你还我的背负的呢。可现在是不是见过来本身为理发？干这个想法可不，因为理发那个身份是明显的，而我这是为你对的，我真家肯定利用理发了而来申请了。心里也会死气。这位发了真大事妈妈身上下面孔上扣的是一根水沟的，这是两个脸的生于种种余生。阿里是王发红松。
两只眼睛挡住心人了，家里面有可能北京的大队这个位女八路好像不动声色了。那到底阿玉来往不来往？听不听？这下面北京的周公没好，我低了一点。关军他，你得看看姑娘的，认识个？为大内我要高抬上去，回昨天先生的话，我不认识他。哎呦，为的是干狗菜。姑娘，你得看看他的认识个？哪个人的？进来的是魏晋的，可是能话经过男子里女的，魏晋的，哪会的？他一个地都不把对的。你虽是伪军的头上，还是个后继，但是你那花面这个情况，谁都知道。你花面是细心他的后继，而魏晋的是你争气的对联。这个人为数正直，为数与一的些两岁。虽然啊，国里上你都的做来是属于经过监狱放离出来，谁是意想希望你能够气下为正。因为敌人你心里，什么人你心里在你共产余地上的关系，正在将通共谋笼笼听上，我答应的真子，更难为了。我是个党员，谁对不能对忘记党的统治工作？现在我要提防发现，因为两归进的并无不是伟大国力，实来一来，你也可以模模两样，总是样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敬畏胸誉深重，我年代人。哈哈哈哈哈哈！哎呀，老子啊，给人过来是哪生的？这给我们他背的。关军他，你弟不认识他，他弟怎么会认识你干？哼，你这位何其哪不是？我是这个人的，心想想到明嘛，大子让帮个忙，让你用弄吧。怎么还没发呢？只是个我的人配也没事。那些人等我批杠不认得的，那我还一个我混蛋！你这个臭八路，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哼，你啥子会？我还认得呢。该不起，归正的。让这种情况，我们自个儿生质量是自动啊，我为以
离开一种了。别是俺们可以都是那比目的一个手。哎呀，那在太我身为斗山，不理儿子想不想无动于衷，离开都可以走开。一种呢这个鱼，结果谁说过天天吃，没喊我到哪之一，我刚为定学赢的。结果在当地两样，你是个身材不是壮呀，是个我样子。蓝队长，你的枪给我，我把它背了。来了这样枪还不能来的，我这个女把了鼻子吹一两次，不能当地女光开到了阴声间。我枪不能来，那个女把了边一枪没喊，因为我不能当地边一枪，他兵地方，怎么来的动啊？当地的比那下大面的，他大概是从光心里下身上。看来关军的他八路军呢是纹身没关系，这天看呢，那女八路恨不得拿你快牛来呀，你都哪可能是自家人呢？自家看起来我对关军的为你呢，我是多余。但是别让上努力，我军的军事你心里想肯定没我事。这个人想来，我怕你不弄上呀，不得了，马上关上杀下200把来的呢，笑嘻嘻，最大的问题。关团长，你定好了起来，皇军的大大的相信你的，来，白兰弟弟，干杯个！宋子一口气，大致帮我斗狗子一样杀生之好。我这个家这样当狗家，我向来保证，我要走向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并养这一辈子。听懂的老师相信我。我眼里面搞无论谁也是的问题，这一辈子我担心。既然多田先生相信我，那么关正涛愿为皇军忠心效力。好嘞，好嘞，是的。比那些都没人的钱，要求一啥都是都够了。关团长，你请坐。甚至登上下手里，来买一口嘛人，关键的一定吵吵，而是说不来这个相信来这个错误。现在让我来的，当地正在为上验证几分贝，就是言语把我干脆如大明白，怎么我来？这其实就够来。这个姑娘，阿拉规矩上呢不能熬够了。我呢为这种米光啊吃够了，好了，这个日子真早的来。侬看东地先生听侬说来吃茶，侬面子蛮大了呀。我来来上我只好了侬边上向来来来了。咁今朝看上去要侬光出地下当个明白呢，有眼问题，不可能吧？秋季拉开来，拿出一张38个白纸头，开始把一个字把戏，一字一还几包讲得来，一讲分怕都用的。姑娘，来，上头听个字，表明一下，从今往后弄得八路军1到2头没来往了。听好字，东林机长帮侬回去，西龙会上个家用的定心，王军钞票大大的有啊！哈哈哈哈哈！来吧来吧，听480，俺是罗拉那个啥子里老下天子的。俺们罗拉10帮申请市上下天狗是个税，再怒气飞来，让480上下天子的。哼，记得做梦。现在一个一个人在我子，假设我是个题，你都不知要用啥个糊涂水头来对付了。我上门天，拿出来一支美国制来的帕克镜子，一看几看，地头上向一插，姑娘，啊，打，耶，那人家别是还能发出来，一步抓着，但是乡人不是字的，这为我个舌子，不然说帕克镜子上个台高里呀，别地地当个说袜子啊，好了，来，提了。当地的比浪家一口没开心，女八路480浪下啃气子啊！大公干人，今朝480浪气子呢，明朝马上啃着，第二大个明白。国头轻的，国头一轻呢，投资上我就被洗嘎嘎洗上来的呀，吃了块扒拉起来。最大来的姑娘们就都已经生得来这个啥？哈哈哈哈哈！姑娘，好联系。
好嘞，是的。而且日本人的队来让吹上来，因为心虎怒发，想斗的是后果上半天身体像个队来的人，被那些大家简单的都是困难的事情，真的自个送上门来了，而且一张后果没领队的，整个队精神不在失控，一年都没看得到，谁的路上谁可以的，他们吃不下去，等待后事。因为个动作根本叫缩品，哈，老人听，老美国那个经典，这阵子东亚个好路亏，唰，哎呦，搿两个产品呢分方面，跟女八路就本刚给他当武器了。马上自家对经理家说进来，搿里向有3根骨子的呀，说进去3根骨子头推个人是这个来的呀，心里讲一行汗，往下头一步来，眼睛闭到那里。不晓得不往下头步呢，来了对劲，人往下头一上来往这眼睛里讲擦，说进去的呀，眼睛呢像一泡瓜子水是哪地上好呀？一支钢兵眼睛刷进去嘛，眼睛里讲真不了喷，往这哪里抬出来的呀？到底嘎嘎痛嘛，真个痛！让你少听不得真一个跟头，回到地上呢，叫拿下上我就被逼出去了。后头两队让的过还没太阳机来呀。那么两个小头个太阳机，因为4年个两队轻视定轻不来的，差个来我讲得到几个介绍，现在我就被啪上去太阳机，啪往左的落来，我头是吹着带雨布灯下来，太阳机得到带雨布里那买下日本人那边我来，到底痛得了地上像小雷滚起，8个月路死了个，拔出来，啪，因为身中无枪。可他虽没枪啊，辈子那些看给他们人领神，究竟是再有一份气，配上。当得是本真不是中国共产党非。可啥身经三手并不下，但是威力是不得了。尽管英勇牺牲，但深深感动指挥军党。手里大领谁击步兵气对洋共产党2个对各位的家方保平人，帮着组成取得伟大胜利，总批结束。